总统赖清德伫咧万里楼厝防执期讲是违建，前新北市地政局认定，这间呢是现有伫咧民国92年了后兴起的建物，算是现有存在违建。赖总统是交付信托，而且伫咧就职满100天的即日呢，宣布启动万里矿工生活纪念馆。针对着外界关心的信托问题，民进党是表示一切拢交予律师处理。故事，但赖总统没有在里面去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但。 一张一张黑白相片见证台湾矿业发展好歹过程。总统赖清德的万里旧厝伫选举期间惹出违建争议，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认定现存房屋是民国92年后兴起的建物，属既存违建。总统决定甲旧厝交付信托，伫就职100日之天履行承诺，27宣布启动万里矿工生活纪念馆。 小小的房子啦，以前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一个小客厅。民进党表示，赖总统关心矿区居民的极大正义，透过纪念馆的形式，展现万里炭坑的历史，甲当地居民的生活日常。感谢这无名英雄带动台湾经济起飞。不过，外界我关心是信托进度也甲违建后续处理。过去在建价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我们持续的在进行。那这个在赖总统就任之前，其实就在努力。那后续的进度，我们会由这个律师来全权来做跟大家做一个后续的报告。根据统计，包含赖总统居住在内，新北市境内无地用的建物，等待变更做边建用地的建物也有53件。针对矿业用地合法化的进度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讲正关心矿区员工的权益。 面对协力的问题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努力。不管在整个审查资料的审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面对解决矿工的问题。新北市地政局是表示，中央5月已经完成变更全国区域计划定修法，并提供汇矿当时有建物，目前是顺主体使用的资料，予各县市政府已经陆续办理会勘，依照程序来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